我觉得夫妻会在一起肯定是相爱的，只是很多时候会有那些不满，是因为我们完全忘了，或是完全感受不到对方在干嘛。但事实上呢，等我们真的去感受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原来他在做这些。老婆早安啦、母亲节快乐！我今天想了一个计划，你现在觉得现在该做什么事，你就叫我去做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说，如果我有需要你做的事，我也会请你做。就我们一整天感受一下对方的身份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喂，我们一起做早餐好不好？爸爸的绝招就是邀请小孩一起。看得到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包子其实应该还有。好啊，那早餐就吃包子。你知道怎么蒸吗？那里面应该有东西吧 ？OK， 还没洗。妈妈好辛苦、哦。必须全部蒸完才够吃哦。是哦。你一个人就要吃掉5颗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很聪明哎，姐姐。盖好，盖准哦。耶，好棒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打电动好了。打电动是你的工作。那你教我打电动。我教你啦。喂。真的是平常爸爸的样子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就要跟他们解释在干什么，他们很开心。我一直在被打哎。没有关系。克里斯一行全军覆没，妈妈。你刚刚不是说随便打都赢吗？我以为是啊。成功了！耶！棒了，老婆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打电动好累哦，弟弟。好啦，那吃早餐吧，各位，应该好了吧，包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回到了2楼。今天交换起来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说真的，要做到饱的事情，它不是我拿手的事情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其实也是这个。我今天的感觉是，我本来应该要做你的事情，但是我可能很自然的做我的事，可是我会在 care 你在做什么。那这种感觉呢，会让原本我不知道他在干嘛的这个心态变成我知道他在干嘛，而且我试图要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做不来。我觉得夫妻会在一起肯定是相爱的，只是很多时候会有那些不满，是因为我们完全忘了，或是完全感受不到对方在干嘛。但事实上呢，等我们真的去感受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原来他在做这些。所以今天反而我有个很大的感觉是，这个游戏蛮好玩的，就是偶尔夫妻玩一下，角色互换。对，角色互换，但不一定要做得到，就不是重点，不是做到，而是重点是知道对方在做什么。但我就觉得雷妈今天其实心情很好，因为我不觉得我有帮到什么忙，但就觉得他心情很好，所以我才有那种被懂的感觉。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，拜拜。